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30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昨晖韩国梨泰院发生严重人打人的意外，造成150多人死亡。韩国总统宣布全国进入7天的哀悼期。去12年的金门大桥今仔日正式通车，以后往回大金门、小金门行这条桥塞车只要5分钟。过来今仔日增加3万外的本土病例，中重症200多例，死亡76例。因为疫情有较长后，指挥中心按算甲隔离7天，改做是5天。新闻一开始，先带大家来关心昨晖暗时发生伫咧韩国首尔一个严重的事故。昨晖伫首尔梨泰院举办万圣节大型的庆祝活动，差不多有10万人去参加，不过却是发生人打人的意外。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至少造成153个人死亡，82个人受伤。韩国总统尹锡悦有去现场了解情形，除了表示哀悼，嘛宣布全国进入7天的哀悼期，而且甲首尔的龙山区列作是特别灾难地区。马路上几排违体互拿石布棚砍掉的，边仔国医护人员跪伫昏迷的人正前实施 CPR 抢时间救人。南韩首尔的梨泰院日到暗时，当咧举办万圣节大型庆祝活动，现场组织大约10万人。因为地铁出口就是真下巷仔出坡，民众和客家真歹行路，技术有人跋倒了后，就发生骨牌效应，造成踩踏意外。真侪人过身的原因是无法度喘气来翕视。 저희가 이제 10시쯤에 왔는데 저기 호텔 앞에서 이제 막 영화에서 봤던 장면들이 막 전쟁 났을 때 통제하는 거 있잖아요. 到当地报5点为止，官方统计累计153个人死亡，包括至少20名外国人，甲12名无法度确认身份的死者，各有82个人受伤，其中19个人伤重重。另外，外国媒体 CNN 报道，累计失踪的人已经达到3580个人。 而失伤的人内底，以10多岁到20多岁少年人为主，其中少年的女性因为伫人客人的时阵，较会徛袂在跋倒，所以失伤的女性占一半以上。韩国总统尹锡悦接到消息了后，表达哀悼，佮决定2个紧急病例，强调赶紧为伤患提供病床佮医疗服务。另外，嘛宣布未来7天全国会进入哀悼期。 정부는 오늘부터 사고 수습이 일단락될 때까지 국가 애도 기간으로 정하고. 국정의 최우선 순위를 본건 사고의 수습과 후속 조치에 두겠습니다. 这个意外嘛是2014年4月号渡船沉船造成300多人死亡以来上严重的事故，估计死亡的人有可能会继续增加。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南韩首尔梨泰院自告发生严重人打人的事故，这嘛，互大家想到1993年元旦的时阵，香港兰桂坊嘛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从1990年代以来，包括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柬埔寨金边，也有这个月过车印尼卡球比赛发生冲突暴动的事件，拢嘛出现人打人的意外，造成侪人伤亡的悲剧。 过路上，医护人员一直替人急救，并且赶紧送病院。已经接1993年元旦时阵，香港兰桂坊发生人打人的事件，伫2万多人的现场造成21人死亡，63人受伤。有相关是欢庆场合，相反有车坡，也佫有真伪路段。所以讲，这个事件伫南韩的梨泰院人打人意外了后，伊佫被提出来讨論。相关的事件，几10年来不断的发生。2019年11月，柬埔寨民众庆祝年度送水节，不过连接金边甲泉州岛的桥海震动，引发惊吓甲人打人的事件，至少造成350人死亡。回顾1990年到即阵，全球总计有13严重的人打人意外，其中1990年发生在伊斯兰教圣城麦加的事故，有超过2000人来死亡。 2019年，德国杜伊斯堡举办电子音乐节爱大游行，当时一批要赶往现场的民众，甲准备要返去厝的人，徛伫棚口内底，造成人打人的事件，造成侪人死伤，也互这场活动永久来停办。另外，在2013年，像亚海花、科特迪瓦，也个印度也拢发生事故，造成侪人死伤。 要2015年麦加举行的年度调整期间，因为人伤多伤亏，发生人打人事件。官方说明有700多人死亡，不过甲其他国家统计超过2000人死亡的数字是差真多。伊伫今年10月初，印尼一场卡球赛，因为球员爆发冲突，引发球迷暴乱，随后真侪大型人打人的事故现场，甚至有125人死亡。种种事故，互原本充满节庆也是欢乐气氛的场合打上阴影，更加造成未少家庭的伤痛甲永远的遗憾。
记者综合报道。这个韩国雷探院人打人的意外，有国内医师就表示，会造成伤亡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压迫性被喘气，也就是讲，这民众若是客气做一火的时阵，胸腔会受到压迫，无法度来喘气。火嘛，因为安尼无法度流去人脑的，致使脑部欠氧素，人就会安尼全昏去。专家建议讲，若是拄到这款情形，就要保持冷静，慢慢来锁定当，避免跌倒，才会当保护家己。韩国首尔梨泰院29暗时举办万圣节活动，不幸发生人打人的意外，造成上百人死伤的事故。国内医师表示，这个意外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就是压迫性无度来喘气，因为民众在撒气过程中会互颔管甲胸腔受压迫，静脉血液无度回流到心脏，若心脏欠缺氧气，无度提供氧气予全身，脑部欠缺氧气，只要10秒钟就无气，唔知人。压迫性窒息可能缺氧了，这可能是导致很多人死亡的一个原因。因为它往往先窒息倒了以后，再经过践踏以后呢，就会产生第2度的受伤。要安怎来避免大型活动发生人打人的事件？专家表示，主办单位必须做好人流的管制，佮再来是设立安全的通道，互医护人员我都入去，民众我都出来。若是原不幸发生意外，民众都要爱保持冷静，双手保护头壳颔管这部位，再来将进一步慢慢向边仔来刷叮当，避免绊倒，这拢是保命要点。我们可以以比较用手部的部分去做一个保护，好，大概这样子可以去做的尽量头部、颈椎这边去做的自我的一个避免预防跌倒。专家建议，台湾应该比照美国推动大型活动的法规，强制规范1000人以上群众组织的活动主办方面，活动进前要做好妥善的规划，包含医疗动线、甲灾难应变计划等等，来保护参与者安全甲健康。记者综合报道。若是举办大型的活动，人流的管控甲疏散是拢真重要。年底圣诞节甲下年，各地拢有袂少庆祝的活动。不过，这届韩国梨泰院发生人打人的事件了后，各县市的首长针对举办大型活动，民众安全的问题是拢特别注心。新北欢乐耶诞城每年拢请袂少人来参加，今年要伫11月11开幕，一直到明年1月7日才会结束。不过韩国都发生互相打来打去的意外，民众关心新北市府针对耶诞城活动是毋是做好人流隐形措施。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无安全就无一切。从警力的分布，在哪一个角落里面，如何把安全做到位，甚至包括交通的疏导。以及在沿路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继续迷于守护市民到欢乐耶诞城的安全。大型活动疏散人流控管真重要，台北大巨蛋的安全审查问题也一直受关心。台北市长郭文泰表示，拢有标准的 SOP， 伊对大巨蛋有信心。一开始绝对不可以做那个最大规模，一定要压力测试，一步一步上来。这个标准 SOP 的，有信心吗？有啦，大巨蛋，我是有信心的。那第一高雄的大型活动人流安全安怎做呢？市长陈其迈讲，会成立前进指挥所，超过一定人数对禁止禁止。都会成立前进指挥所哦。那最重要的就是除了说一般的这个交管维安之外，那其他就是在于整个人流的掌控哦。台中每年都会办大型活动，亲像大甲妈出巡，也有大结束的爵士音乐节。台中市长罗秀燕也拢要求市府各局处爱细致规划。我也特别交代我们的公安警政、消防等等相关的系统对于大型的这些活动的安全性，也要特别的提高警觉。罗秀燕表示，因为过去疫情，民众2年拢报出来，慢慢解封了后，民众拢加出户外参加各种大型活动。不过因为人多，就可能发生公安意外，呼吁民众加出户外，一切细致自身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看咱在地消息，金门大桥起12年了后，今仔日总算是正式通车。这条咱国内大规模的航海大桥，成功克服各种时间的困难。以后民众若是要往回大金门甲小金门，除了坐船以外，嘛会当塞车，而且一抓只要5分钟就会到位。当地居民抢咧翕相，拢是咧期待这一刻。现场拢真欢喜，因为连接大小金门的金门大桥30正式通车，金门的人大家拢笑稳稳，因为等这个桥完工真是等足久的。
你要办什么事情，一下回来啊，不要等船啊。最起码我们大小金门的百姓的交通很便利啊。5.4公里长的金门大桥，为起甲完工将近30年，经过5任馆长，阁换3间承包商，一度员工是铺设连连，真无简单。动工了后，想要到一起，阁是12年。往返大小金门原本甲人口坐船8点钟一班，一抓差不多15到20分钟，也佫可能因为海上这因素停驶。有这大桥了后，无过只有坐船这个选择，阿摆塞车研究会大大提升当地交通便利性。我们烈屿的乡亲们，此刻开始，在紧急的医疗不需要再看天后，将迎来全速发展的全新的阶段。除了金门县长杨定娥，包含行政院副院长沈正珍、交通部长王国材、甲前总统马英九等人，拢亲身到场见证。这个桥承载金门人的期待，不止解决当地人的不方便，也希望为观光甲经济发展带来正面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在台南的善化火车头的北边，昨天下晡发生电车底用的电线断去的事故。经过透明修理，今仔日早起10点是已经恢复双向通车。初步调查发现，讲事故的原因，那像是台南公文桥的阿摩土角落落来造成的。昨天传出台铁向台南市府要求赔偿，引起台南市长黄伟提的不满，认为台铁是咧下提责任。也那台铁今仔日是驳回讲，相关的权责正在厘清当中。区间车大约晚17分。车站内底直直公布火车慢粉的消息，一延就是10几分钟以上。大概20分钟。台铁台南善化站北边2到下晡发生电车线断去的事故，影响将近600名的旅客。经过透明抢修，3早起10点才恢复双向通车，造成早起由未少班次5点。华北户行政民众想要回去厝的，无想伫善化落车了后，也等40多分钟。现在要回去新市，要等不知道多久。我看那班车延误48分钟，延误时间最多50几分钟。哦，现在慢慢双线通行就对了。是。长1点1公尺、宽18公分的阿门土地对江门路桥逼落来，台铁初步调查可能是阿门土地弄到电车线主吊线，主吊线受损害了后，影响电车线造成碎裂。后尾日站的南下一155处自强号的一边弓去搞掉，才造成事故发生。传出台铁可能向台南市府来要求赔偿，不过这话也引来市长黄伟提的不满。我不希望说有功大家抢，那有碰到了什么事情大家互相推责任，这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说，如果该地方政府该负的责任，公共工程该巡检的地方，我们绝对应该要做。但是，还没开始调查就开始推责任，这点是我不欣赏。黄伟提表示，等公正第三方调查了后，尊重一切调查的结果，无希望台铁未审就先判。离台铁的赶紧来澄清，事故权责也伫调查中，即阵无讨论要求赔偿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接着咱来看有关选举的消息。今仔日台北市产业总工会举办台北市长候选人劳动政见的发表会，邀请候选人讲出因对劳动政策的主张。黄珊珊讲，要让劳工会当参与决定劳动局长的过程。也那蒋万安甲陈时中是拢话讲，要解决外送平台劳资还佫有消费的争议。台北市长向来做劳动政见，先来讲，30下晡，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甲环保局工会邀请目前民调3卡都的市长候选人发表劳动政见。就算讲雨落真大，现场也是有几来千个劳工徛出来监督候选人的政见。劳工当家作主，劳工当家作主，市政斗争监督，市政斗争监督。工会提出真侪诉求，包括加强头家的劳动教育、补充市府的人力需求、修正劳工权益基金资治条例、提升基层清洁队员的福利等等。除了这些诉求，各候选人嘛提出因家己特别的政见。有党籍黄珊珊话讲，要让劳工参与决定劳动局长的规定。我来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对于劳工局长，我会跟大家商量，我也会经过各种的协商。我们采取一个遴选的制度，选出一个最适任的劳动局长，好吗？国民党蒋万安甲民进党陈时中是拢点出外送平台劳资甲消费争议的问题，希望加强业者、店头、消费者甲外送员的协商机制。我会促进平台、外送员、店家以及消费者协商，
而且契约对当事人要充分的揭露、公开透明，健全外送市场定价的功能，保障外送员的权益。政府要出来协调，让它合理化来，让它的一个价格或它合约要透明化来，让它计价方式让大家都能够了解，那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可长可久的一个外送的制度，才能在社会里面做得越来越好。3个候选人拢伫台顶签承诺书，工会表示会用这个承诺书的内容监督未来市长的施政。记者林书谢桂林特别报道。咱来关心疫情的消息。国内今仔日是新增加31500个本土病例，中当中有218例，死亡是76例。因为本土疫情已经连续3礼拜呈现转好的趋势，指挥中心发言人曾金祥讲，专家小组伫咧这礼拜会阁开会，按算讨论甲目前隔离7天缩短做5天。因那11月份嘛开始讨论放连挂喙暗的规定，而且会分阶段来实施。连续4天病例数无到4字头，新冠本土疫情3周增加31500例本土病例，由原以新北市5000例上济，中当症有218例，死亡有76例，大部分有慢性病史。今天新增的病例数较昨天减少986例，减少约3%，较上周日少3822例，减少10.8%。另外，外界关心国产高端疫苗保护效益报告报价期限到这个月底，若无紧急使用授权 UA 会被废止。卫福部长施瑞元已经正式收到资料，目前医院咧检查资料完整性，佮安排专家审查，因为有立委质疑高端的审查结果可能拖到选举过后。施瑞元强调，未拖到选举了后才出来。以它的量来看的话，可能不会啦，但是还是审查还是需要时间啦。这个跟选举不应该去挂钩啦，就是按照这一个时程来进行会是比较好。因为本土疫情连续3礼拜下降，钟仁祥透露，专家小组会伫这礼拜佫一摆开会讨论减低确诊隔离日数的可能。大方向是将即马隔离7天减少做5天，所以暗令也伫11月开始讨论放零措施，规范室内甲后挂分阶段来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带大家来看传统艺术界年度重要的大事代，第33届团艺金曲奖展会颁奖。78岁歌戏国宝杨丽花摕到戏曲表演类的特别奖。杨丽花伫致辞的时阵讲，伊一世人拢伫做歌戏，除了答应讲有机会会阁出来表演，嘛烦恼讲即卖少年人拢无啥伫咧看歌戏啊。好久不见了，谢谢谢谢。诚心诚想向大家问好，讲有机会会阁再上台表演。78岁国宝级的歌戏艺人杨丽花，自文化部长李英德的手内接过戏剧表演类特别奖。伊甲人生奉献给歌戏，即马除了担心文化传承无用气，也真烦恼少年人无爱看歌戏。无共款的时势变迁，烦恼咧，这少年囡仔无演出的机会，是要安怎过咧？我坦白讲，这正讲。这个文化咧，歌艺文化，才敢咱台湾土生土长。演背才会打，接客或者是做皇帝，杨丽花一步一步将歌戏从戏台带到电视台，即马更加建立国家戏剧院加小巨蛋表演，就是讲今仔歌戏会拢无进步。拄搭摕着金钟奖的伊的徒弟陈雅兰做应援人，也感谢杨丽花一世人的付出加牺牲。他一生守护唯一源自台湾的地方戏曲，所以第3家是他爱台湾这个家。团结金曲奖，老人新人做伙为台湾的文化努力。这届大家注意的也有小咪甲陈志孝2个人拢摕到最佳演员奖。另外，鼓励台湾戏剧学院的作品做不读，摕到今年新增加的评审团奖。导演左富英也摕到最佳导演奖。会当讲是这届上呈现的作品。记者综合报道。用女性政治受难者关伫咧火烧岛的故事所翕的电影《流氓到15号》，最近当地的电影院咧放送。陈廷波文化基金会特别邀请嘉义在地独立册店，连续4天举办包场看电影的活动。导演佮专工来甲现场的观众做伙讨论这出电影要传达的精神。
其实所有人都是人，大家都是这个一个不义体制底下的受害者。来到家己参民众分享电影精神的流氓95号导演周美玲，讲出这出电影想要表达的态度。现场民众嘛，真是真向导演来分享电影看了的想法。那我自己认为说，在任何恶劣的那个场域，就是历史背景的时候，那个最基础的人性跟爱还是存在的。会蛮沉重的，就是每个人他们都是人，然后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跟意识，那他们就是刚好那个时代的专权体制下，让他们不可以拥有这个思想，然后才让他们受到比较残忍的对待。流氓95号是咧讲1950年关伫火烧岛的女性政治受难者的故事。这出电影28开始伫电影院放送。丹顶堡文化基金会邀请家己几路间独立册店，连续举办4天的电影包场活动。家己遮足侪独立册店，遮个好朋友，其实讲起来吼，因遮长久以来拢足支持咱台湾电影、台湾的本土文化。这是我参加的第1场的映后 Q&A、映后的座谈。哦，加在我来甲家己，因为家己的观众拢足专业的，而且足有民主意识的，来遮甲大家做伙看电影，感觉特别的感动。丹顶堡文化基金会表示，这出电影毋但有28的历史，主角因坚强的精神，嘛是互人感动的所在。希望会当互看的人感受到台湾自由民主的可贵。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接下咱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上新的消息。罗西亚伫克里米亚海军乌海舰队的基地，29受到无人机的攻击，造成几只军舰受损。罗西亚当局是真不满，宣布要暂停粮食甲米切出口的协议。然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批评罗西亚，各方面停止协议，甚至挑工要造成饥荒。画面内底当看到乌暗暝内底熊熊有强烈的白光闪过了后，就是一片火光。高技术海上的船只和轻机攻击的画面，这是社群网站推特评定过去24点钟流传的画面。迄是俄罗斯伫克里米亚的海军乌海舰队基地29号无人机攻击，造成真侪军舰受损。综合外国媒体报道，俄罗斯指控是乌克兰的最后无人机，军装俄军的军舰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和俄罗斯真不满，宣布暂停执行粮食甲谷物的出口协定。为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俄罗斯单方面停止协议。Зараз потрібна жорстка міжнародна реакція, як на рівні ООН, так і на інших рівнях, зокрема і на рівні Великої Двадцятки. Як Росія може бути серед інших в G20, якщо вона свідомо працює на голод на кількох континентах, це нонсенс. Росії не місце в двадцятці.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为29日透早4点半开始，乌克兰开始对乌海舰队发动至少5点钟的攻击，期间有几只俄军的军舰互崩掉。不过，乌克兰的媒体说讲，这是俄罗斯的乌海舰队在处理爆炸物的时阵发生状况，才会互塞瓦斯托波尔湾的4只军舰发生爆炸。另外，俄军29日指控进前互炸掉的欧洲北溪天然气管线是英国做的。 По имеющейся информаци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данного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ВМС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принимали участие в планировании, обеспечении и реализации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го акта в Балтийском море 26 сентября сего года по подрыву газопроводов «Северный поток-1» и «Северный поток-2». 为此，俄罗斯要求英国外相说服英国拒绝批评这是假消息。假使是因为俄军战术失利要转移焦点。即卖俄罗斯已经表示暂时结束动员令，现在是顶招的30万人内底有82000人，如果会送去乌克兰的战场，剩的20多万人有缘爱接受训练。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 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呢，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